呢啲繼續返嚟抽，繼續抽啲雙人組合啦，好似幾好玩咁樣，直接5連抽。兩隻新嘢啊！黑色當你贏啊！係啊，7星。中我隻第一隻9星 ，OK， 食住個勢啊！唔好俾佢停。哇，重複率咁高嘅咩？黑色啊！撩嘢，黑色。嚟個黑色有咁難咩？哇，狂重複添喎！哦，最壓擊，信心，呵，10號仔，2個機會，黑色、橙色、橙色、黑色。哦吼！紅橙黃綠青藍紫，雙人啊，9星角啊，但係都唔係黑色啊，好，又拜拜啦〜